咁我拍呢條影片嘅原因啦，咁其實就係想求證下中山城你哋所講嘅145% 嘅戶型使用率到底係點樣計算出嚟嘅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Tony 嘅地產頻道啊！咁啊，今日呢條影片嘅內容咧，就主要同大家分享下綠城江山和明啦嚇。咁呢個盤咧就今日解籌啦。咁喺短短開盤1個鐘嘅時間內啦，咁成交金額咧亦都係高達3億嘅。可以話呢一個數據嘅話咧，真係相當之驚人啊！咁我自己咧喺度亦都係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個人嘅一個睇法啦。咁呢條影片嘅內容咧，就先同大家講一講先。只係代表我個人，唔代表全部嚇。咁啊，綠城江山和明呢一個樓盤當時開放樣板間嘅當日啦，咁我自己都係去現場睇過嘅。咁啊，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嘅一個感受啦嚇。咁成個屋苑嚟講嘅話咧，就佔地大概係3萬方到咁上下啦。咁位置更加唔使講啦。如果有了解過旗杆新城石岐經濟總部嘅話咧，咁我諗一定都係非常之熟悉呢一個區域㗎啦。咁呢個區嘅發展咧，自然就唔使我多講啦。咁啊，未來石岐之眼嘅一個概念，咁啊唔使講，肯定就係勁㗎啦。因為市區已經係冇其他地方係可以發展㗎啦。咁啊，而家嘅話咧，成個石岐區咧就得返一個旗杆新城經濟總部呢一邊係可以發展㗎嚇。咁我今日主要同大家講嘅內容啦，就講一講我自己睇完呢個綠城江山和明之後啦嘅一個個人總結嚇。咁啊，樓盤整體嚟講嘅話咧，咁真係我個人覺得啦，真係做得非常之唔錯嘅。無論屋苑大門嘅一個氣勢啦，到園林入邊嘅花草樹木啦，各個方面咧，佢都係做得非常之用心嚇。會所好靚，咁啊，甚至乎比我哋中山其他3個第4代住宅都係要做得靚嘅。咁啊，江山和明咧就總共分為8棟高層去組成嘅。咁啊，第4代住宅嘅標配唔使講啦，專梯專戶、獨立電梯前院，以及係空中庭院呢啲。咁啊，加上南北對流啊，呢啲先至係第4代住宅標準上嘅嘢嚟㗎嘛。咁啊，如果連呢啲都冇嘅話咧，咁就唔叫第4代住宅㗎啦。咁成個項目嘅話咧，真係做得非常之靚嚇。呢樣嘢真係冇花冇假嘅。但係有一樣嘢咧，真係值得我要吐槽一下嘅。咁啊，就係佢嘅實用率啦。咁啊，真係非常之低嚇。咁我個人覺得咧，就真係唔符合第4代住宅嘅高標準贈送嚇。嗱，點解咁講咧？綠城江山和明呢一個樓盤啦。咁其實本身我自己咧都係非常之中意嘅。咁啊，中山因為呢1-2年以嚟咧係連續出咗幾個第4代住宅啦。咁有好多朋友啦，包括我自己，咁啊對於呢一個第4代住宅嘅一個期望咧係非常之高嘅。咁啊，亦都係有成功嘅案例係俾到我哋睇啦嚇。咁譬如話好似保利朗悅啦、龍湖香山頌啦、陰陽御神啦，呢啲使用率真係做得非常之高嚇。正正係有前面嘅一個成功案例啦，所以好多觀眾朋友啦，包括我自己對呢一個第4代住宅嘅一個期望值啦，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咁但係咧，偏偏到咗綠城呢一度啦，咁使用率咧，我就覺得明顯係比前面呢3個第4代住宅咧係偏低嘅。咁其實舊年年底嗰陣時啦，咁我亦都係同身邊啲朋友啦，包括我自己啲兄弟啦，亦都係有講過嘅。咁我亦都係想買第4代住宅㗎嚇。咁因為咧，佢嘅獨立電梯間啦，以及係嗰個空中庭院啦，咁呢樣嘢真係吸引到我嘅。咁當時咧，我一直都係同我兄弟喺度研究緊呢一個龍湖香山頌啦。咁我兄弟咧就買咗龍湖香山頌嘅。咁我當時冇買嘅原因咧，係因為我唔中意佢某一啲嘢嚇。咁而我兄弟咧就想盡快去解決呢一件事啦。因為有小朋友想快啲搞掂間屋嘅事情，再搞埋個落戶得嚟嘅話咧，咁啊小朋友就可以喺隔離嘅旗杆實驗小學讀書㗎啦。咁而我嘅情況唔同啦，咁其實早幾年啦，我就已經準備好咗東區嘅朗晴小書包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而家我買樓學區呢樣嘢對於我嚟講咧，其實已經唔再重要㗎啦。咁我中意第4代住宅嘅原因咧，完全係因為我個人嘅一個喜好啦，因為產品嘅一個新穎啦。咁啊，真係好想 drop 佢嚇，但係我就一直好期待新嘅4.0產品出現，會唔會得到大力嘅改善？咁啊，當時咧我係咁諗嘅，前邊3個第4代住宅咧都唔係咁啱我自己嘅一個心水啦嚇，會唔會第4個係我自己嘅夢中情況咧？嗱，於是乎咧，咁我就不斷去打聽
綠城江山和明嘅一個間隔啦，以及係使用率啦。咁當時咧就根本唔知道呢一個樓盤嘅一個實用情況啦，一味就係靠聽人講啦。咁同埋睇過張圖紙啦，咁睇圖紙上邊咧係冇問題嘅。咁有人話佢亦都係集齊咗保利同埋龍湖嘅一個優點去改善出嚟嘅。咁我當時咧就都十分之期待呢一個綠城嘅。咁睇完屋苑嘅一個規劃圖之後咧，於是乎咧我就睇中咗第8棟嘅139方高層可以望到江嘅單位嚇。咁啊，雖然第一輪開盤8棟咧係冇參與其中嘅，咁啊，但係後續都會加推噶嘛。咁當時咧我錢都已經係準備好晒噶啦。咁啊，同時嘅話咧，我亦都係同我自己講啦，一於就等第8座加推就買第8座就拆走啦咁樣。咁雖然咧可能後期咧有機會會貴啲，但係至少咧就開揚啦嚇。咁啊，同埋嘅話咧，高層可以望到江景，就算係貴啲，我都係可以接受到嘅。咁啊，點知咧開放樣板間嘅當日啦，咁我上去睇完之後咧，咁我自己啦都有少少有啲失望嘅。139方呢一個積嘅話咧，真係令我大跌眼鏡嚇。咁我表示嘅話咧，對於綠城嘅嗰個上用率咧係有少少失望嘅。咁啊，就攞139嚟講啦，呢一個間隔同埋客廳同埋隔離嗰間細房啦，真係細到冇辦法用言語之間去衡量嘅。咁主人房咧仲更加之離譜啊，竟然做唔到浴缸，同埋廁所咧亦都係做唔到雙盤嘅嚇，嗰個星盤啦做唔到雙盤嘅。咁呢樣嘢嘅話咧，比起隔離嘅龍湖啦，就真係弱咗唔少嘅。咁啊，最終咧我自己睇完之後啦，我決定咧係縮沙放棄購買嘅，因為佢嘅實用率咧就明顯係低嘅。咁啊，戶型利用率咧，亦都係10%都唔到嚇。咁啊，根據官方數據計算出嚟啦，咁啊，亦都係僅係15%到嘅啫，同佢宣傳嘅145%嘅實用率係相差咗幾多咧？足足有成30%咁多嘅。咁啊，呢個數據嘅話咧，其實一啲都唔誇張嚇。江山和明呢一個樓盤嘅話咧，自從樣板間開放之後啦，咁就好多客戶、好多觀眾啦，包括我哋自己好多同行啦，都有去睇過嘅。睇完之後咧，我都覺得實用率咧係偏低嘅，房間同埋客廳咧都係冇宣傳中咁大啊，係咪咁啊？鏡頭前嘅同行朋友，嗱咁啊，相信你哋睇完龍湖香山頌同埋陰陽遇神啦，你哋再睇翻呢一個綠城嘅間隔啦，咁啊真係好多人都揈晒頭嘅。嗱咁啊，發展商宣稱嘅145%嘅戶型實用率，咁呢啲面積到底去咗邊度呢？其實我哋好多觀眾一直都係非常之唔理解，但係咧就為咗實事求是啦，我哋睇樓當日咧，亦都係用咗呢一個測量工具去測量咗一下嘅。咁舊年啦，我哋曾經亦都係測量過呢一個建華龍湖香山頌啦，因為佢係中山嘅第1個第4代住宅。咁我當時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奇啦，想睇下佢嘅戶型以及係實用率到底係有幾高嚇。咁啊，最終測量得出嚟嘅結論咧，其實係去到138%嘅。咁當時唔測唔知，一測嘅話咧，真係對於我嚟講真係有少少震驚。係啊，龍湖香山頌嘅話咧，佢真係有翻咁上下嘅一個實用空間㗎嚇。我原本諗住話綠城江山和明開發商宣傳嘅145%啦，即使有出入，咁應該都係去到130%左右嘅一個戶型使用率嘅。咁結果咧一測量發現，咁我當時自己測量嘅時候啦，咁可能會覺得有偏差啦。咁但係咧，始終認為偏差咧就絕對冇咁大嘅。咁你話一間屋偏差最多2個方、3個方，頂多5個方，呢樣嘢其實我覺得係好正常嘅。咁但係我計算咗一下，139方嘅呢一個戶型利用率嘅話咧，僅係得109多啲，唔到110%。我當時睇到呢一個數據嘅話咧，就即係非常之驚訝啦嚇！我以為自己係計錯數，於是乎嘅話咧，我就左揾右揾資料啦，咁最終咧係攞到咗發展商內部流傳嘅一個圖紙嚇。咁我亦都係根據咗呢一份內部嘅圖紙啦，重新去核算過。即使係按照開發商自己嘅一個圖紙計算啦，咁實用面積嘅話咧，亦都係僅為159個平方。咁核算落嚟呢一個利用率嘅話咧，係得115%。呢一個同宣傳145%嘅呢個面積，整係相差咗30%。咁呢個差距嘅話咧，其實就即係非常之大啦。咁啊，網上流傳嘅一啲官媒啦，就講145%呢一個數據啦，我真係唔知佢哋係點樣撳出嚟嘅嚇。嗱，呢樣嘢嘅話咧，並非我係憑空捏造嘅，
而係中山城建發表喺微信公眾號嘅文章當中啦，亦都係有明確提及到呢一個，亦都係可以理解為官方口徑嚇。咁但係咧，實際測量數據同埋官方嘅一個宣傳咧，嗰個差距咧係非常之大嘅。呢樣嘢嘅話咧，就真係令人費解啦。除咗官方嘅説辭啦，我見到好多微信公眾號啦。我猜測咧都係受咗呢一個城建委託啦嚇，或者係收費幫手推廣營銷嘅。呢啲普遍都係宣傳145方嘅呢一個使用率咧，但係咧實際嘅一個測量數據咧相差亦都係甚遠㗎嚇。我喺呢度咧亦都係表述自己已經係非常之客氣㗎啦，並冇直接指責虛假宣傳嚇，因為講出去嘅嘢嘅話咧多多少少都係要負責任嘅。我拍呢條影片嘅原因啦，其實就係想求證下中山城建你哋所講嘅145% 嘅戶型使用率到底係點樣計算出嚟嘅咧？呢樣嘢我真係好想知嚇。今日我所講嘅話嘅話咧，同埋呢個內容啦，同埋數據啦，我會為我自己嘅全部行為去負責任嘅。我亦都係希望你哋作為官方單位咧，尤其係地方性國企嚇，喺開發第4代住宅嘅同時啦，數據真係能夠嚴謹一啲，明確講明，而唔係存在浮誇、虛假宣傳嘅呢啲情況嚇。拍呢一條視頻嘅目的咧，本身就係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對呢一個樓盤嘅真實睇法，亦都係為咗求證我自己心入邊嘅嗰個疑惑，更加係為咗解答好多觀眾朋友、客戶嘅一個疑問：為什麼樣板間睇起身咁細？其實咧呢樣嘢真係令好多人咧係大跌眼鏡嘅。當然啦，我亦都係冇話呢個盤本身唔好嚇。樓盤咧就係城建同埋綠城合作聯合開發建設，屋苑嘅公共部分咧，亦都係做得非常之靚嘅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嚇，中山未來咧仲會有5個、6個、7個、8個，甚至乎9個嗰啲待建嘅或者係正在開發嘅待售嘅第4代住宅地塊嚇。有一講一，綠城江山和明呢一個地理位置，亦都係非常之好嘅，地段係決定咗房價同埋呢一個未來嘅一個發展潛力嘅。其他待開發嘅或者係待建嘅第4代住宅地塊啦，要麼就係唔夠方正，要麼就係緊鄰呢一個主幹道路嘅，要麼就係周邊嘅環境咧，亦都係比較差嘅，要麼就係地塊面積過細嘅，都係存在緊各種各樣嘅一個問題嚇。而江山和明嘅一個明顯優勢咧，大家其實都係有目共睹嘅。而我並非喺度抹黑發展商嚇，只係單純分享下我自己嘅一個睇法，同埋想求證下高達145% 嘅戶型實用率到底係如何核算出嚟嘅。如果各位同行朋友或者係城建嘅相關工作人員睇到呢條影片，都麻煩幫我解答一下嚇。真心請教，我讀得書少，真係唔係好識計數，非常之希望能夠得到一個明確嘅解釋。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內容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啊。中意 Tony 嘅影片，記得俾翻個 like Tony， 或者係訂閱翻我呢個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每一期嘅樓盤講解噶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期見。